行公義，好憐憫，揭盡教會醜聞。逢星期日中午12點，門徒公義。歡迎大家收聽門徒公義，今集有我 Howie， 有我 George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哋嘅節目，除咗訂閱我哋嘅 YouTube 呢，記得要讚好埋我哋嘅 Facebook、IG、MeWe、Flash 同埋訂閱埋我哋嘅 Patreon 啦。嗱，今集講啲乜嘢呢？其實想講下聖經啊，因為有套電影啦，《不赦之罪》呢，就將會喺下個月月頭喺香港公開上映噶啦。咁呢套電影呢，我之前就睇過內部嘅試映啦。咁佢用基督教做背景啦，探討聖經呢成日提及嘅饒恕啊嘛。咁我就諗啦，其實係咪喺任何情況之下都要饒恕呢？嗱，呢度就唔劇透啦。黃秋生呢就扮演一個牧師，佢同佢太太呢就遇到一個咁嘅兩難情況，係咪真係要去饒恕？咁如果大家想睇嗰個嘅古仔呢，就入場去睇咁樣啦。咁其實我諗起咧，自從19年反修例以嚟咧，社會就存在好多嘅撕裂啦。咁呢幾年咧，返教會嘅時候咧，牧師啊，成日都呼籲啲信徒，喂，我哋要栽種和平啦，要原諒啦，要饒恕啦，等等啦。好似上年啦，天主教香港教區嘅主教周守仁喺64週年前夕咧，甚至寫咗篇文章，呼籲大家要饒恕30幾年之前嗰個嘅慘劇，咁先可以修和等等咁樣啦。咁所以今集我就想借呢套電影《不赦之罪》去探討下，其實我哋作為基督徒，又或者作身為呢個正教徒嘅時候，咁我哋係咪真係要按照耶穌喺馬太福音18章對於彼得嗰個教導，就係要饒恕70個7次，即係話無限地饒恕。咁開始之前呢，或者我哋又講下一啲個人有關所謂饒恕嘅故事咁樣啦。咁如果你問我一個比較印象深刻，我會諗起我20幾年之前啱啱出嚟做嘢啊。咁話說當時呢，就跟咗個上司啦，咁我上司就幾惡死下咁樣嘅。咁後嚟呢，我哋就離開咗一間公司。因為嗰時科網館爆破咗咧，咁就冇啦，要裁員啦。過咗年零之後咧，佢就帶我去另一間新嘅公司啦，即係做報紙咁樣嘅。咁佢就升咗職啦，咁我都繼續係記者咁樣啦。佢就好惡嘅，我記得佢成鬼日鬧我嘅。其實做傳媒咧，一定會做錯嘢嘅。咁我覺得佢鬧嘅係比鬧其他人咧惡好多咁樣嘅，即係明明可能大家都係錯同一樣嘢啦，咁但係哇，使鬧得咁狠啊，甚至有時候哇，我明明放緊假嘅，都會打個電話嚟嘅，耳吟吟嘅。咁我諗下，喂，等我第二日返咗工你先鬧得唔得咁樣咧？咁所以做咗2年零啦，咁我都頂唔順啦，咁嗰時都辭咗職啦。咁一直都好嬲呢一個嘅上司咁樣嘅。咁不過咧，做咗成20幾年嘢啦，經驗增長咗之後咧，慢慢諗翻咧，其實佢表面上係鬧你啦，咁但事實上咧，佢都冇炒你啦，佢有時候甚至會保護你咁樣啦，因為佢都要同佢老細交代啦，咁佢鬧得比較惡啲，用呢個方式叫做保護我咁樣啦。嗰時候我係嬲佢嘅，咁但慢慢明白咗之後咧，都會覺得啊，其實都應該去饒恕啦、原諒咗啦，咁所以而家都忘記咗呢一樣嘢咁樣啦。Joyce 有啲咩諗法？頭先聽你講呢套戲啦，咁我一路都抄緊啲資料。佢呢個不赦之罪咧，我記得你係話關於一個嘅女兒，佢受到侵犯，然後後來就致死，類似呢啲咁嘅劇情。我記得我讀法律嗰陣時，佢有一單好類似嘅案例嘅。你大家可以上網查下，喺1980年德國咧，有一個嘅母親，佢個女咧就俾一個人殺死咗，係先奸後殺嘅。呢個疑犯咧，佢曾經有一個性犯罪嘅記錄，但係都判刑好輕，只不過係做一啲所謂嘅化學閹割，咁就俾佢去假釋啦。咁而呢個母親咧，響知道呢個疑犯佢嗰個嘅背景，同埋都知道佢將會又係用類似呢啲嘅原因去打甩謀殺，就變誤殺。
咁呢個母親咧做一個好直接嘅舉動，響庭上面拎住支槍對呢個疑犯連開8槍，6槍入咗去。咁呢個疑犯咧就當庭死咗。當時失德嘅輿論咧都傾向同情呢個母親嘅。咁而後來個法官咧就判呢個母親就好輕，冇判佢謀殺，淨係改控誤殺同埋非法藏有槍械，最後坐3年咧就出到嚟。我睇翻資料咧，個母親後來咧做翻教師嘅。對於饒唔饒恕呢樣嘢，其實好多時有好多嘅案例，或者有好多所謂法律上嘅爭議，咩情況之下我哋係先至需要饒恕，或者需唔需要去做到咁高級咁去饒恕呢？譬如好似話響台灣啦，小燈泡案，呢個小燈泡案呢，就係有一個兇手呢，佢就係隨機殺人，就用刀將佢個女3歲，我記得係將個頭斬咗落嚟。佢阿媽本身基督徒嚟嘅，呢個案件都可以值得大家有興趣上網查一查啦，都係基督徒家庭。咁佢阿媽話拖緊個女行街，見咗個女俾人斬，但係驚佢痛。當佢個頭跌咗落地下，噗一聲嘅時間，佢就知佢唔痛啦。我哋讀緊法律個爭議就係話，對於某啲人係咪真係值得去寬恕嘅呢？或者係對於某啲嘅死刑嘅執行，係咪真係應該要廢除嘅呢？咁呢個大家可以落地少少，或者係揾一啲嘅類似嘅案例去參考下。好嗱，咁咧又講翻個主題啦。其實我睇翻聖經咧，都唔係話任何情況之下，我哋作為基督徒咧都要無條件去饒恕人噶噃。淨係講翻新約啦，都好多例子啦，例如使徒行傳啦。阿拿尼亞同埋撒非拉兩公婆啦，有出名。當初期教會成立咗之後，哇！佢哋欺哄聖靈噃，侵吞咗啲錢噃，結果俾彼得當場揭穿佢，然之後兩公婆都先後撲死咗喺教會裏邊啦。咁呢啲嗱，起碼彼得就冇照到耶穌所講，算啦，要饒恕70個7次，饒恕你兩公婆啦，咁就冇啦。咁又例如啦，使徒猶大啦，佢賣主，咁然之後就自殺咗之後，咁彼得同埋其他嘅使徒點啊？剝奪咗佢使徒嗰個嘅職份，選咗馬提亞去取代佢噃。咁好明顯就冇原諒佢啦。算啦，你出賣耶穌唔做都做咗啦。得啦，你繼續保留翻12使徒裏邊啦，冇啊，直情係踢咗佢出局咁樣啦。咁又例如啦，我哋講翻使徒保羅啦，喺使徒行傳裏邊啦，佢去到居比路嘅時候咧，咪遇咗嗰個術士，即係一個好著名假先知巴耶穌，又或者我哋叫以呂馬啦。保羅同埋巴拿巴向當時嘅從苦傳道，點知呢一個嘅巴耶穌就阻擋佢，咁保羅有冇原諒佢呢？冇啊，即係咒詛佢，咒詛到佢雙目失明為止咁樣噃。咁啊，最後啦，講翻耶穌啦，咁耶穌叫人要饒恕70個7次，咁我發覺又唔係喎。喺福音書裏邊，佢成日咒咗啲法利賽人㗎喎，話佢哋咧令到其他猶太人咧冇辦法真真正正去到上帝啊嗰度啦，即係好律法主義啦，甚至乎係咒咗法利賽人係咩啊？毒蛇嘅種類啦，甚至話你哋係要落地獄啊，不能逃脫地獄嗰個嘅刑罰啊。咁所以睇翻馬太福音18章提到，咦唔係喎，耶穌教導彼得要饒恕70個7次嘅時候，咁唔係有啲自相矛盾咩？咁我再細心睇翻成個18章啦，其實係有背景嘅，因為首先你要睇翻15至20節，當時耶穌點解無端端會講呢樣嘢呢？就係話當時耶穌教導，萬一有個弟兄得罪你啦，即係你當教會嘅會友啦，我哋咁樣理解啦。咁你點樣同呢一個得罪你嘅人去和好呢？即係話首先你要單獨同佢傾下，睇佢聽唔聽你講。咁如果佢唔認錯嘅，咁點啊？你就帶多2-3個人，群眾壓力啊，去同佢講啦。如果佢都係唔聽嘅時候呢，就要執行紀錄啦，要將佢驅逐出教會啦。當佢好似外邦人咁樣啦。咁其實咧呢個古仔喺路加福音第17章個版本裏邊咧，原來耶穌仲講多句嘅，就話
如果呢個得罪咗你犯錯嘅弟兄，佢係後悔嘅，咁你就要饒恕佢啦。就算佢一日7次得罪咗你，佢7次都係後悔嘅時候，你都要饒恕佢嘅噃。咁你睇埋呢度呢，咁你就明白點解彼得當時會問呢個問題，就係話耶穌啊，如果我嘅弟兄得罪咗我7次夠唔夠啊？咁其實係有一個上文下理喺度咁樣咯。咁所以耶穌先同彼得講：彼得唔係咁樣嘅。如果佢真係誠心悔改嘅時候，唔係7次，係要70個7次，即係要無限地饒恕佢咁樣啦。嗱，咁所以你就明白耶穌究竟真正係講緊啲乜嘢？就係話所謂饒恕70個7次咧，係有前提嘅。第一，呢個只不過係講緊應用喺教會裏邊弟兄姊妹啦，或者我哋嘅肢體之間嗰個嘅關係，唔係話應用喺全世界噶。第二，饒恕呢都係有前提噶。無論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所講，就話嗰個人要後悔，即係話佢對於佢做錯嘅嘢，佢真係認錯啦，願意去改正啦。唔係話佢唔肯去認錯，佢唔肯去悔改，你都要饒恕佢，絕對唔係無條件嘅。第三就係話，如果個人唔悔改，唔去認錯時候，最尾你係可以絕罰佢，將佢趕出教會，即係話教會係有執行紀錄嘅。咁呢個就名副其實係不赦之罪咁樣啦。除咗慈愛嗰邊，同樣都係有公義嘅。Joyce 聽到呢度有啲咩諗法？我就好記得響我讀聖經嘅 Bible Talk 嘅時間啦，哥羅西書3章13節就講話，主怎樣饒恕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。我哋接受主嘅饒恕係因為我哋係罪人，我哋冇可能係憑住自己嘅能力唔去犯罪嘅，大家都明白噶啦，人就係人，我哋有限嘅。我哋接受饒恕或者我哋被饒恕，最基本係一定係要悔改。所以呢，就呢段經文呢，就係話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，意思就係話對方都係要悔改，你就要饒恕佢啦。如果佢唔悔改繼續做，係咪要饒恕佢呢？當然唔係啦，呢啲叫縱容。歷史上好清楚噶啦，當佢不斷係咁犯錯，你繼續饒恕佢，你只會令更多人去受害，更多個受害者。呢個我諗都唔需要再揾歷史，因為考究係邏輯上面都知道呢個係點做嘅。我都好記得神父講過就係話，教會係由一群嘅基督徒去組成為之教會啦，唔係一個地方，唔係一個機構。某一方面大家可能會互相犯錯，可能要互相去包容。咁我哋人都係一樣，我哋作為一個教會一份子，教會喺歷史上面或者喺我哋個人上面係不斷咁犯錯，耶穌不斷係咁饒恕我哋。饒恕我哋係咪70個7次呢？我諗每人都唔止呢條數啦。我自己覺得啦，大家可以思考呢一樣嘢，但係最緊要就係話要悔改。第二樣嘢就係話，其實而家都係仲係有啲法律嘅爭議，或者法律學術上嘅爭議，喺咩情況之下要點樣饒恕呢？咁呢個都可以大家思考下嘅，我覺得係。太好啦！即係無論我由新教嘅角度，或者 Josh 由正教嘅角度呢，都覺得饒恕。不過有個前提都係要悔改嘅，咁睇嚟我哋都睇埋同一本聖經嘅，真係。咁所以當我哋完全明白饒恕70個7次嘅真正意思之後呢，就會發覺其實過去幾年啦，嗰啲經常話要栽種和平啦，要修補撕裂啦，要無條件饒恕嗰啲嘅教會領袖啊或者牧師呢，我發覺喂，你哋根本完全係斷章取義嘅喎。真係荒謬嘅喎，竟然將一段馬太福音淨係應用喺教會裏邊點樣處理紛爭嘅教導，你放大到成個社會、成個香港咁樣，甚至乎呢個饒恕講緊都係有條件㗎，要悔改㗎。喂，你哋講到係完全無條件都可以去原諒咁樣嘅。咁講翻頭先提過啦，周守仁主教啦，上年64週年前夕叫人要饒恕啦，30幾年之前個慘劇啊，唔好再互相指責啊，要修和啊，因為我哋嘅上帝係無條件去愛，所以佢一定會饒恕人，
咁所以我哋都要學習上帝咁樣去無條件去原諒人咁樣嘅。喂，我諗下，你一個主教究竟係唔識聖經啦，定係話你有心去解錯聖經呢？如果上帝無條件去愛、無條件去饒恕嘅時候，咁點解耶穌要釘十字架？你講一聲饒恕晒所有人咪得咯？唔需要上十字架咩代贖嗰啲嘢嘅，完全係荒謬嘅。講真係個咧就對於呢一個題目嘅睇法啦，同埋所謂不赦之罪咁樣啦。嗱，咁啊最後又講下啦，關於套電影不赦之罪咧，我哋啱啱 confirm 咗咧，就約到呢套戲嘅導演之一林善咧，就將會上我哋嘅節目門徒睇咩戲嗰度就接受我哋訪問，大家就密切去留意啦。好啦，今集就到此為止啦。最後我哋有啲台務報告嘅噃。首先多謝節目贊助Oliver Chow 同埋阿斌，就多謝晒啦。咁嚟緊呢個月30號夜晚呢，我哋會舉行一個網聚啊，咁就慶祝我哋搬咗嚟觀塘呢個地方1週年啦。咁所以嗰晚呢，我哋會一齊食飯啦，然之後上嚟參觀啦、錄音啦。咁如果大家想參與嘅時候呢，可以上翻我哋嘅網站啊、Facebook、MeWe、IG、Flash 嗰度，你見到有個 Google Form， 填咗啲資料之後呢，我哋就有專人去聯絡你噶啦。咁最後啦，我哋門徒小隊咧，其實而家就收集緊蚊香啦，因為希望喺整個夏天咧，可以俾港島區嘅無家者啦，足夠每日佢哋用嘅蚊香，咁等佢哋夜晚嘅時候咧，就唔使蚊叮蟲咬咁樣啦。咁大家如果想捐獻嘅時候咧，捐一啲傳統嘅蚊香。千祈唔好俾有電嗰隻，因為街頭咧係冇插蘇位嘅。咁如果大家想捐出嚟嘅時候，可以聯絡我哋啦，靠個 WhatsApp 或者 Signal +51 +0852咁樣嘅。好，咁啊，最後咧，我哋一齊有個結束祈禱啊！創造天地嘅上主啊，我哋思考緊一個公義同埋慈愛嘅問題。因為我哋知道你係一個公義嘅上帝，但同時你亦都係有慈愛、有憐憫，你有救恩，你願意全世界嘅人都能夠得到呢個嘅救贖，所以你派遣你嘅獨生子耶穌基督釘上十字架受死流血，成就呢個嘅救恩。但同時嘅，你都要求罪人係要悔改。主要我哋見到今日香港嘅教會啦，佢哋淨係講你嘅慈愛饒恕嗰嘅方面，但係就忘記咗罪啦、公義啦，同埋要去認罪悔改，似乎就唔係真真正正講述整個嘅福音。亦都求主去看顧我哋門徒媒體同埋門徒事工，我哋好多嘅缺乏，好多嘅缺陷，都係需要主你嗰個嘅恩典。我哋簡單而不完全嘅禱告，奉靠主耶穌基督得聖名字而祈求，阿門。點解佢會喺度噶？呢度教會嚟嘅，人人都嚟得。我問你點解佢會喺度啊？彼得問耶穌：我嘅弟兄得罪我寬恕佢7次可以嗎？耶穌回答佢話：唔係7次，係70個7次。你犯咗咩事去坐監啊？我是在罪孽裏生的，我是在罪孽裏生的。從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。呢個可能係神嘅意思。你咪黐線㗎！佢強姦咗我哋個女啊！你咪想我死先要原諒我啊？我係想你死，但唔係就咁死。生活王國至尊會員計劃，會員年費499，迎新禮物3選1，你可以揀 T3 一盒、紅冬瓜艾利片，又或者黑冬瓜艾利片。
迎新禮物仲會不定期更新㗎，只要憑生活王國會員卡，你可以享有生活王國正價貨品85折優惠，而特價貨品就有95折優惠。而喺生活王國嘅伙伴商店同埋指定嘅尋老美合作餐廳消費，仲有特別嘅折扣㗎，快啲加入會員啦！位於荔枝窩嘅陸續有來，為香港人提供一個洗滌身心靈嘅空間，提供各項活動，包括一拍兩食、生活體驗、生態導賞、耕田、自修、舞蹈、歷奇訓練、手作，歡迎團體或者機構租場舉辦退休會、工作坊，即刻打電話93353947查詢啦！撐起良心店鋪，門徒公義推出免費廣告計劃，歡迎所有良心店鋪參加，打破固定收費模式，由你自由捐款支持，掃描呢個 QR code 立即登記啦！門徒頭條，每逢禮拜三黃昏6點直播，同大家直擊頭條新聞。門徒講野史，每一個月第一個禮拜六，同大家論盡基督教歷史、文獻、神學。請大家繼續支持門徒媒體，透過 PayMe、PayPal 轉數快課金俾我哋，